哇，哦，竹笋排骨竹笋排汤，骨，哇，这个演习也很专业哦，真正可以喝哦。真的可以喝。嘿，要没道具哦。我的那个展示地圖有一條稿叫做講要識咧拳菜演習嘅嘿、玻璃菜、國菜演習嘅，哦可見我多愛演習。好甜哦！這個好好食咧。哎呀，以後呢，也真的不是道具耶。其實竹筍排骨湯應該唔算客家菜。因為我們都會去澳洲筍啊，我細細會同我爸爸去澳洲筍啊。你為什麼會選這個當熊羊的米食？我爸爸頭擺都係去嘅有冇夜郎125啊，最愛去會澳洲筍，然後澳洲筍轉來過後會講下白竹筍學，濕竹筍，有按樣嘅回憶啊呢。